15運會澳門賽區為咗確保賽事順利舉行，澳門籌備辦與本澳大專院校同埋多個團體組織，招募約3500人次志願者參與測試賽同埋相關課程，從接待、指引、票務、媒體服務、藥檢、計時計分系統等崗位協助工作。嚟自澳門志願者總會嘅魏銀燕係其中一員，將擔任15運會期間餐飲部分嘅志願者導師。佢認為服務唔只係一種行為，更加係一種態度、一種生活方式。我哋澳門志願者總會啦，一直咧都係致力去推動咧我哋本地志願服務嘅服務嘅文化啦。咁我哋咧除咗會有啲日常嘅培訓啊，同埋有啲活動嘅舉辦啦，咁我哋咧亦都會參與咧國內活動嘅大型活動嘅嗰個招募啦，同埋個支援㗎。咁我哋今次我哋嗰個餐飲咧，其實崗位咧，我哋係會講求呢一個細心啦，同埋呢個關懷嘅。作為呢個導師咧，咁我哋亦都會咧同我哋嘅志願者們咧，就係要講求餐飲嘅效率啦、安全啦，同埋呢個衛生嘅。現職學校教師嘅魏銀燕投身義務工作超過20年，喺澳門志願者總會一直服務本澳，活躍喺各類志願服務活動中，從社區關懷到大型賽事支援，包括近年嘅風災善後、新冠疫情等，佢總係義不容辭咁投入其中。呢一次魏銀燕喺澳門舉辦嘅第15屆全國運動會上，又有新嘅任務，擔任志願者導師，負責餐飲部分嘅指導同埋協調工作。咁今次咧，我哋咧有幸咧參與呢個15運嘅籌備嘅工作啦。咁我哋咧都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嚟嘅。我哋希望透過呢一次咁有意義嘅一個嘅志願服務啦，咁希望可以令到我哋時下嘅青少年啊，同埋學生咧，亦都可以咧感受到呢一個嘅盛事啦，同埋咧亦都係去教育我哋嘅學生啦。咁我哋咧都希望我哋嘅時下嘅青少年咧，都係咧可以積極咁去參與呢一個嘅盛事啦。15運會期間，魏銀燕將擔任志願者導師，負責嘅係餐飲崗位嘅培訓與協調。佢坦言呢個崗位睇似簡單，其實非常之講求細心與效率。志願者需要確保餐食準時、安全、衛生地送達俾工作人員同參賽者，同時亦都要保持親切同禮貌，俾大家喺忙碌中感受到溫暖。首先呢，我是一名體育運動的愛好者，然後呢，平時很少有機會能夠線下的參與這種國家大型的體育賽事，像奧運會或者是全運會，只能通過電視來觀看。所以這次有機會能夠參與到學校的這個志願者活動呢，我感到非常的榮幸，所以真的是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報名。咁第一個方面就係我作為酒店管理嘅學生，我覺得我可以將我平時所學到嘅專業嘅知識啦，轉化成一個更加專業、更加人性化嘅服務，帶俾一個參賽嘅選手同埋觀眾啦。咁其次就係我作為一個喺澳門讀書嘅一個大學生啦，我可以用一個好流暢嘅多語言去同佢哋交流啦，以一個更加開放及包容嘅一個態度去服務每一位嚟自全國嘅運動員同埋觀眾。魏銀燕對志願服務工作100%投入，且充滿熱愛，全因佢嘅信念。佢一路相信服務係一種力量，亦都係一種修行。參與義工活動，俾佢學會咗謙卑、包容與堅持。呢一個嘅活動裏面啦，咁我嘅小朋友都會成日問，知媽媽點解你會咁忙？咁我都會同佢講翻咧。因為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好有意思嘅盛事啦，咁即係我哋澳門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香港嘅賽事啦。咁我就話俾佢聽，咁媽媽就係雖然就係即係會犧牲一啲時間啦，或者係少陪咗你啦。咁我覺得係一個好有意思嘅咯。咁我小朋友咧，即係我一個身教就話咗俾佢聽啦，咁佢咧就話佢將來長大之後咧，佢都要成為一名咧志願者。咁我就覺得我今次就係個付出咧係好值得咯。